哩哒哩哒的哇，咿呀比基苏，勒mun kata luku, terhopi kelemun, kawai binau, kanada ke teluku, ini biki Yesu, melemun bagai ha. 里达的哇，咿呀比基苏，勒蒙嘎的鲁古，的后比格勒蒙，高外比闹，加拿大给的鲁古，伊尼比基苏，勒蒙巴莱哈。 是要往那个张家庄，也是要走古道。同里这边是往，这是同里古道。路程它是4公里，走的话差不多1个小时半到2个小时。那个就不好走了。比这个好走，比那个比那个青城山路好走。啊，跟我们上面这个比起来的话，但是这个好走啊，因为它是平路啊。它也很窄嘛，古道的。对，就是古道的本来是窄，对。哦，它那是往下坡。哦。不大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，先让他们走。全部都一起过去了才走。到大马路他们已经走了。你这拍我就必须走得好看一点，不能太怕那样子。因为人家美国总统下飞机也是走这样。他那个是他梯面是宽的，不然那么窄。这样假设他也是走这样。就是大同的要往三间屋的古道，我们再走1公里多，那边也有大理的到三间屋古道，所以说全程这边从大同到三间屋是22.4，就到三间屋。22公里。对，22.4公里到那个三间屋那边。1公里。所以说我们这边从大同到大理是4公里。就是那个时间就1个小时半到2个小时，20多公里。点忘了小数点忘了点。对，2.2 4公里。那个点面一定要注意那个点一定要晃，那边是22的。光到22腿都软。我们4公里，给你4公里。哦，下去了。那等我们makan di tenda, kawan. Oh, boleh. 有没有看过金线莲的？那个一斤蛮贵的哦。对，很贵，野生的很贵。天生野生不好找。对啊。
哎，你看金线莲，哎金线莲，很远，很多人。不要我载回去给我爸吃。你看都拿了，那个都大头在拿了，我就帮他拿了。所以很多动物喜欢吃啊，上也要带一点给我爸爸吧。所以有这个就会有动物经过。我爸喜欢拿那个泡米酒啊。看，刚就后面有啊，后面有吗？有，走一下后面，你看后面走一下，那边也有，明白了我呢。哎呀，这没个这个大，没有啊，这个。这是我们没办法的。好，是的。你拍行进还是照相？啊？照相啊。下一个手腕就手脚。会跳的。有可以。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！他叫一声，好恐怖。他们蛇会出来赶你。不要这样啦。那个对，你去接叶华，他这很恐怖。拉他一下，是拉他不是连你。可以啦。那个线有线吗？没有。他可以了。可以，不用拉，不用拉。小心你的脚，看路。图总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大理。我想回家。好累，后面还有一群人。你们附近的人都没有少哦。我们现在去的地方就是大理部落，然后这个方向的话是往内太鲁阁的方向，那如果往这边的话就是往我们大理部落。看这个遥远的地方就是太鲁阁的传统领域的范围，都在这里，在这个峡谷之间。好，继续走吧。大理的往三间屋的路段哈，它是从这边是1.8，从大同话是从那个大理到三间屋是3.1公里，3.1公里对。那是什么大同的本来还有3公里，从大理话4公里对，1公里3、4公里的。安内。也个，那是说那个gaing都没有，那就还不能还多哩。哦，那边比较近。对，这边是从这边是3.1。好，古代应该在1公里的。好了，古代。各位兵老哈，各位兵老哈，安那古本里上哈，看那亚木尼伊瓦，各位人们你呀，比杜巴混神脑，各位兵老。1公里，还有1公里， 1公里，1公里。
打打他嘞！中药材。还有1公里。还有1公里。哎，这个方向是什么意思？可以再走下去，是不是？刚刚那个就是。那个往下就是到那个啊，他们说往山间屋，对，有2个往山间屋。山间屋什么地方？哦。下去山间屋哟。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，我们终于到大理部落。大理部落就在眼前了。大理部落是统领部落，我们第1个到的部落，这是我们第3天的行程。我们等下就要到达了，哇，真的蛮累的，量好大，继续走吧。就是说，我怕你们明天下午来得去哪会跌腿这样。我说你明天帮我们买，不可能早上会到。哎呦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上面那一户。儿子，黑工过来帮忙了，好，把它全部带过来。讲一下没关系啦，你要不要讲长久的话，就大家打电话给我。如果他们是有到保，对，网费随便讲啊，就这样讲的。我的没有啦，你随便讲。爸帮忙啊！你爸爸帮忙啊！你爸爸很累耶。喝羊奶树下，那个我刚拔了草药，喝会降血压、降血糖，还有降什么？降你的三高。来干嘛？我到你这边。哪里？我们都先放这里啦。米酒、生姜、蒜头、葱，不能加水，不能加水，不能加水。我是说简单料理就好。对，就是要煮的时候。蒜头。葱、八角。Yo, girls. 那个不能煮的时候，有加米酒的时候不能加水，一旦加水，那个味道就全掉。1、2、3，来。德鲁固 ，boost， 再一次德鲁固 ，boost。好。Al-muhim doras
mahali asli bisolang ngayon simahami takmirin simbuhay daw alang asli bisol suya